人呢？讲伊无爽快，先转去休困啊。伊无爽快，我才无爽快咧。哪有查某囡仔脾气较歹？有闲啊，我是感觉哦，这查某囡仔哦，看起来真优秀，但是个性一定真强。啊，这种个性的人哦，做代志往往较认真。你着较有耐心的，温温啊，甲甲，我相信一定会做出一个真好的成绩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咱要配合伊？只要是有价值栽培的人才，咱小配合咧，敢会要紧？OK，你偌济？哦，好来。人客，内底坐啦。我是来找青香的。青香。部长，阿爸，迄是我会社文学部部长。无得你啊，无得你啊。好，部长你好。内底坐啦。免啦，我是来找青香讲一寡代志的。哦，敢有方便？我带伊去边仔讲。好啦好啦。部长，是的啦，早起是我唔对。套上的性地哦是较歹啊，啊伊教学生仔的时阵嘛伤过严，所以这个情形我会当理解。但是哦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是我唔对呢，我是毋是会去用石头路啊？哈，我哪会甲你洗头路啊？社长，我惊讲你无爱唱的。我哪会敢唔唱啦？我甲高恁毕业合用的，我一定会遵守的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所以你明仔载会来练唱哦。当然会啊，啊毋过，敢袂当麻烦你，甲通常讲古时的我会用教。会啦，你互我拍拼。你要下菜啦。一道是，过来，你爱冰哦。有妹啊，唔感觉硬要懂样哦？有安尼问哦。飞沙老人野少，搞本纯冲，根本你啊，天百年冲，去啊，就本来马叫的，讲无冲的，真上没感觉，是因为爱懂样。有冲到鬼唔好。就完全无感情的。但伊头发起起机很聪明些，冲都唔会差呢。该梁树高的是样戏的歌，观众看过样戏，就会感觉了歌的嘅遗憾。佢啊，将会唱到好听就好咧。不过了树高无困用啊，佢一定要寻到了树高的感情。但伊其实无输过正统的音乐教育，古时候乃成对的啦。就因为佢无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，那怎会对伊一样？乃无爱用做得改替佢冲淡伊的习惯呢？你讲妹妹有道理啦，无也毋是那做得出沟通咯哈。古时候应该用会做，唔准用会做，有影伊机会低啦。阿爸本来就懂两啊。讲嘛个啊，想牙死啦！
林秋菜，哎，这啊，你也来哦？这啊，恁阿秋的哦，有够友好的啦。俺拢带你来散步，还佫买水果。哪有啦？是你唔敢甲我嫌。这是哈。这个个，这么明白？俺落紧甲阿母斗紧讲的。哦。秋的啊，阿母咧看啥啦？无啦，阿母啊，这羊头吼看起袂歹，我见过了。好啊，来啊。阵阵无来啊？三毛，咱讲真的，你感觉我请纯纯来唱这个决定是对还是唔对？你莫烦恼啦。其实我感觉顺顺唱啊袂歹，只是拄开始尔，啊袂关系啦。你搁予伊一寡时间，我相信伊一定唱甲真好。啊，有闲安尼教，敢袂伤严？袂，盐才好啊，盐才会出好物件。大丈夫。发啦发咪咪，咪啦咪哆，西哆西啦咪发啦啦，哆咪发咪，发咪啦西。部长，哎，困饱面无？有着好啊。我先去练唱啊。先生，转去有练习无？有。知影安怎唱？按钮开始。色就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若袂来，心内真苦意，想袂出伊个人，怨叹袂眠。啊好啊，算你走要紧，你也摆互我脏着。
你看啊，加钱就啊，来炒。无啊，看你意思。我写你个。记得。我出去行行的啦。这嘛还搁踮咧啰啰嗦，要赶去骹手面去洗洗，通休困了。哦。足可爱这个囡仔，囡仔老还生啊。你阿林秋啊？哦，咱哪会搁咧打海报啦？啊，就昨暗互一个材料偷掠去啊。那头这有啥路用？对啊，敢就袂有钱咧。啊，算卖手贱啦！都嘛我掠着，我出来派出所，叫日本人来修理。即摆电影吼，拢用主题歌通配合，这生意好甲吼，连海报拢互人偷摕去哦。哎，是讲哦，有主题歌吼，确实下家的生意加真好。这崇文献庙忏悔一粒红卵吼，拢是你写的主题歌。我看吼，以后你专门吼替下家写主题歌就好啊啦。敢若写喺哪里的啊？我也要来写流行歌。哦，你要写流行歌？安尼就要较紧的哦。开始我咯上要去东家录音，即摆会录出侪条的流行歌。听讲吼，迄内底有一条叫做《月夜秋》的，写甲上好呢。啊，像写？唔知呢。哦。头家，你要买啥？哦，头家你话，头家你话，这偌济啊？迄1箍10钱啦。1箍10钱啊？哦，好，头家，我来看你敢若足面熟的咧。敢有？我伫永乐做遐食头路呢。啊，你是天台的亲戚哦？哦，是啦，天来哦，是阮表母公啦。哦，无怪哦，这看起来遮尔啊面熟。头家你话，你毋是有请一个查某囡仔来帮你斗顾店？哪有？拢嘛我一个咧顾店。敢无？毋对我看毋着。你看到哦，应该是我的查某孙仔啦。伊就去台南吼来遮住3工啊啦。哦，啊，你是毋是讲迄个放2条头鬃马仔呀？是啊，伊都拄好女中毕业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即马是来台北食头路啦。哪有食啥物头路？伊厝内底有钱啊，逐工嘛走出去，啊，拢足晚才回来。啊，我去问伊找啥物朋友，伊拢毋讲啊。